咱要礼拜进前吼，咱来串联两条信息，两条信息拢是咱旧的信息，拢有诶，咱拢真实的信息吼，总是迄、个有时变做新信息了吼，有时伊的迄个歌词吼，着了一两年吼会改吼，所以咱爱较注意一下安尼。一直会跑。好，第一条吼，就是新信息是184首，咱旧的信息是452首吼。就是上帝疼叹哪会遐大？哦，因为即条诗歌是真侪人拢会晓背吼。啊，过去咱知影吼，咱过去迄个信息，咱讲上帝疼叹太会遐大，拢是即马吼，甲改做安尼较稍微文言一点吼。上帝疼叹哪会遐大？哪会遐？毋是讲太会遐大，是哪会遐大？吼。啊，这伫提摩太后书1章12节安尼讲，为着即个缘故，我也受遮个艰苦。若是我无掠做见笑，因为我捌我所信的，也深信伊会保守我所交托伊的到底迄日。咱不是拢讲，咱若有啥物代志，咱交托上帝。啊，咱要交托上帝，一定爱有即个信哦，因为咱捌。吼，咱所信的，咱知影，咱交托伊，伊会保守直到迄日，哦，直到主的旨意来行吼。啊，即条歌的迄个歌词吼，即个顶头写 El-Nadan， 吼，实在这是是迄个一个真有名伫美国吼，甲穆迪伫穆迪迄个时代内底有两个真有名的迄个布道家吼，一个就是穆迪。一个就是叫做怀特，吼怀特，吼怀特伊写真济迄个歌吼，伊拢用即个El-Nadan 吼做伊的迄个笔名啦，笔名吼。即个怀特吼，大家拢讲怀特上校，无毋对吼，因为伊吼伫咧伊本正吼伫咧迄个银行底下咧做司库吼，司库伊就叫做咱的迄个财务的迄个问题。总是吼，因妈妈是一个真好的基督徒，所以伊就真羡慕吼，去参加迄个教会哦，会幕教堂内底的迄个主日学，甲伊个做甲主日学的迄个主任，然后吼，伊阵去吼做一个将军的宪兵主任，去做这个宪兵主任吼，伫咧迄个主任学的时阵哦，伊捌着伊的太太，吼，伊的太太两个今仔日结婚，明仔载伊迄个军队就爱迁去咯海边啊，吼，所以伊是今仔日结婚，明仔载就离开，吼，然后伫一个迄个迄个战争中间失去伊的右手，吼，所以吼变做敢若有点那个残废的即款的人，总是伫迄个所在，吼，伫咧即个战争了后，伊搁去狩猎。去用关监，伫迄个所在，伊看因妈妈所留落来的圣经，伫遐研读的时阵，伊搁一遍欢喜吼，来献伊家己的性命吼，互上帝。所以伊阵开始吼，尤其是到尾伊拄着迄个穆迪阵甲伊迄个鼓励，伊阵辞去所有的工作，专心来做报道的代志。因为报道，咱知影拢爱真侪诗歌，所以伊拢家己写真侪迄个诗歌。本正伊甲伊迄个咧搭档的吼，一个叫做布里斯吼，布里斯，专门咧甲伊迄个搭档。目的是甲叫做孙介伫遐咧搭档，吼，就是讲一个写词，一个写音乐。总是即个布里斯吼，伫一边咧火车的车祸中间吼，失去性命。拄要失去性命进前一天。伊有甲迄个布里斯吼，有甲即个纳旦讲吼，有甲即个怀特上校讲，我应甲你找到一个吼，我的继承人吼，会当甲你做伙过来同工，来做即个慕道的迄个工作。即个人就是即个吼作曲的即个Margaret Nahan 吼，即个人，即个人是吼
真水的迄个声音，真敖唱歌吼。啊，伫音乐顶头真有迄个造诣。到尾伊去唱啥歌剧，吼，敢咱的迄个画风吼，伊迄个专门咧唱歌剧的吼，伊嘛是咧专门咧唱歌剧的。总是吼，迄个 Bruce 吼，就是原来甲迄个哪旦搭档迄个 Bruce 吼，甲伊讲，你有遮尔好的迄个才调，有遮尔好的文术，望你吼会当来奉献互主。这伊家己受到感动了吼，就拿离开这个不爱做这个歌剧的那个唱歌剧的人，所以歌剧界吼损失了一个新星，总是伫咱教会内底煞加一个新星哦，因为伊伫迄个时专门就是甲这个怀特因两个拢是搭档的哦，伫遐咧报道啊，一个写词啊，一个写曲吼，所以大概讲有一款的迄个情形吼。啊，这条诗歌放的头前，咱知影讲，伫一场的礼拜中间，伫个头前的歌拢是赞美，尤其这条，伊伫遐咧，咱看第一节，上帝疼叹哪会遐大？哦，第二节，吼，耶稣恩典哪会遐深？第三节，吼，圣神感动哪会遐快？啊，第四节就是讲三爸囝圣神三位一体，这就是伫遐咧赞美三位一体的诗歌吼，所以咱对第一节咱咧唱的时间，咱就来想讲上帝是什么款的上帝？伊安怎伫咱的生命中间，伫咱的生活中间，伫咱的信仰顶面伫遐来做工啊？耶稣咧，圣神咧，三位一体咧，咱做伙来。来，上帝疼叹那为遐大，欢喜喜乐我，叫我微微小可以啦，好我他一个我，因为我在所信的救。
有即款的信心，才知影讲交托上帝，上帝一定会保守咱所交托的，一直到迄日。第二条迷路的人，就行倒转过去的信息，大家也足熟的而且讲人离开本所在，去漂流是亲像鸟仔离开因的受四界飞这是一个牧师所写的迄个词美国很早期的迄个旋律咱做伙来唱。第一站。毋是讲干那咱看外口的人咧拉西，遐的人是失迷的人，有时咱家己本身，咱若袂记哩，要来供我上帝，来求这宝贵的遮坎，互咱会当真做上帝的囝儿，咱仰望上帝的愿，上帝的国临到伫即个地洲，咱的点歌到遮。请安静，同心来敬拜上帝，祷告。
我要时时学老上主，学老伊的话要常常伫我的喙。我的心神要因为上主来夸口，天边的人听见也要欢喜。恁甲我着学老上主最大，三角尊伊的名最悬。三角来吟诗学老上帝，圣诗184首，184首。这是用使徒圣经来做伙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万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对圣神投胎，对在圣母玛利亚出世，伫温州比拉多灵内受苦，并是日过死，埋葬到灵府，第三日与圣中复活，上天，他坐在天的上帝大名，天下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事，圣事，共同的教会，圣地相通，被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听者。逐工用启应文18篇来应答上帝话。启应文伫圣诗的后面，启应文18篇。愿上帝怜悯阮，
祝福互阮，通互全世界知你的旨意。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愿万国快乐，唱歌欢喜，因为你照公义审判万民。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土地有生产五谷，愿上帝赐福互阮。同心来祈祷，慈悲疼痛的阿爸爸上帝，荣光的王，大快乐、大权能的上主，除了你以外，无有上帝。第四节拢要敬畏你，上主啊，阮要时时来学罗你，学罗你的话，要常常伫阮的喙。主，阮感谢你，阮的心神因为你来夸口，天边的人听见也要欢喜。主啊，阮有罪，误用你予阮的恩赐，破坏人万物甲上主的关系，互即个世界灾难不断。主啊，阮有罪，时常互撒旦有机会进入阮的心中。感谢主，你的慈爱毋捌离开着阮，你的独生囝要为着阮来降生，要互阮伫罪恶中得到逃放。感谢你伫万百姓中呼召阮，由你的神继续动工，赐予阮一个愿意顺服的心，帮助阮愿意放弃自我掌控的生活，靠着上主的光来行。求上主怜悯阮，赐予阮，互你的面照光阮，互阮毋是干那顾家己的事，要来关怀即个世界、即个社会的需要，卖当伫人软弱的时，会当将为你来的力量传予因。主上帝啊，即马新冠病毒的疫情也是诚严重。主，阮感谢你保守阮，毋免活伫惊吓中，因为我知阮所信的救主，阮若亲心活靠，会得到你的保守。感谢主，你应允讲，你实在要甲阮伫咧。要救阮脱离迄个歹的，阮也要为着万国来祈祷，求你怜悯医治即个世界，要照公道审判列邦，伫你地上的万国，通互世界知你的道路，万国中知你的救恩。主啊，阮嘛要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要为着逐项教会事工，为着社区的事工，要做主你的器具。做你的采用，阮诚心拜列以上祈祷，阮即时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祈祷言讲。
请做伙来共读上帝话。记载伫旧约诗篇64篇，伫台语汉语本圣经60页。旧约诗篇64篇，伫台语汉语本圣经60页。愿上帝怜悯阮，赐福阮，互伊的面照光阮，通互世界知你的道路，万国中知你的救恩。上帝啊，愿列邦学罗你，愿列邦拢学罗你，愿万国快乐出欢喜的声，因为你要照公道审判列邦，治理地上的万国。上帝啊，愿列邦学罗你，愿列邦拢学罗你。地已经出土产，上帝就是阮的上帝，要赐福阮。上帝要赐福阮，地的四极拢要敬畏伊。请杨承彦秘书长公道第8事为着万国。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今日是第2届来甲长老教会遮来甲大家正道吼。大家拢知影我的台语真正无讲足好诶。我拄则入来进前，牧师甲我讲，你顶届台语讲了袂歹，我心内就开始紧张啊。因为就道理来讲，一届比一届搁较歹。今年这一年，其实我无啥物机会当讲台语，感谢长老教会，互我这个机会来甲大家分享。大家搁会记得我顶届3月份来的时阵，我的讲道的题目是啥无？其实咱是拢袂记哩啊。我顶届3月份来的时阵，我讲道的题目是祝所吩咐的，祝所吩咐的。迄届讲道，我记得上尾，我问所有兄弟姊妹一个问题：做一个基督徒，咱有新的生命了，咱活的意义到底是啥？我咧读神学院的时阵，我的老师甲我教过一件代志。伊讲，一篇好的讲道，毋是甲人讲答案伫倒，一篇好的讲道。是会当互所有的人回去开始思想。所以顶届我的讲道上尾结束时阵，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一个基督徒有一个新的生命了，伊活的意义到底是啥？这月份是12月份，圣诞节的时阵。我下晡时我等下离开教会了。我下晡今仔暗时莺歌甲莺歌的长老教会，甲莺歌的遮个教会伫莺歌镇有一场音乐布道晚会。12月份是咱会当真正甲所有人讲耶稣诞生的日子。一年烫天12月份，你甲别人介绍耶稣，别人绝对袂甲你拒绝。12月份对教会来讲，嘛是一个布道传福音的时阵，嘛是所有的人对基督教上有印象的一个月份。不过，咱慢慢问家己一个问题：咱做基督徒，咱安怎看待圣诞节？圣诞节是一个咱大家欢喜。做阵期待耶稣降生的日子，是一个节庆，是咱欢庆的时阵，也是咱真正爱伫圣诞节的时阵来思想耶稣为虾米降生。咱千万袂记哩一件代志，咱的主是为天顶落来到马槽，为马槽行入去人群内底。为人群当中行入去十字架。我们的主是从天上宝座来到了马槽，从马槽当中走向了人群，从人群里面走上了十字架。这一切
是为着啥物？咱看咱即摆的世界发生啥物代志？12月份，咱来看下今年即个世界，咱所处的台湾嘛好，也是这全世界发生啥物代志？有战争，也有疾病，有贫穷，也有人权问题。不过，这个问题并无因为时间在行，问题就消失啊。这个问题其实拢一直存在伫咱的世间里顶。我家己从事社会服务工作甲宣教的工作已经14年啊。我观察到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啥？这个世界上需要互人帮助的所在，其实是上无法度得到帮助的所在。这个世界上需要得到帮助的所在，其实是上无法度得到帮助的所在。福音嘛是同款，福音这个世界上需要福音的所在，其实上无容易得到福音。这个世界上少听到福音的人口，就是集中伫遮的上善食的所在，上痛苦的所在。不过，咱嘛知影一件代志，咱的主是孤立孤儿寡母的上帝。我们的主是贫穷人的主，就像路加福音4章里面所说的：“主的灵在我的身上，因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那受压制的得到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面对这个世界，其实不是咱家己会当来改变的世界。咱到底要安怎回应？咱做一个基督徒，活伫这个世界面顶，咱活的意义到底是啥？足侪人咧讲改变世界，爱为改变家己开始。做一个基督徒，因为上帝的恩典，咱有新的生命。啊，弟姊妹，莫袂记这件代志，是上帝的恩典。咱讲真正明白咱的恩典，咱爱安怎来行动，来见证咱所相信的上帝。咱讲的、咱想的、咱做的，都在见证我们相信什么。不是咱礼拜日来教会，咱就会当讲咱是一个基督徒，是因为咱讲的、咱想的、咱做的，来见证咱相信啥物。我想大家拢捌这个德蕾莎修女。我开始服侍上帝14年前，就是因为我读到德蕾莎修女的自传，我开始社会服务工作。德蕾莎修女一世人奉侍上帝，嘛奉侍善食人，因为家己活伫住伫善食人中间，奉侍伊来实践家己的信仰。伊的自传内底有讲到伊有一个习惯，就是伊逐工下早仔凌晨4点就起床，开始祈祷。凌晨4点开始祈祷，甲伊回天家迄天拢是安尼。伊讲伊祈祷，毋是要求家己心内平静尔，伊讲伊祈祷是要来到上帝面头前。听上帝的声音，伊用祈祷作为一天奉侍的开始。伊嘛甲伊这个习惯带入去伊所建立的修会内底。伊甲所有的修女讲：你假使无祈祷，就莫奉侍；你无祈祷，你就莫奉侍。
兄弟姊妹，祈祷毋是一个聚会的流程，祈祷毋是咱对上帝讲话尔，祈祷是咱爱到上帝面头前听伊的声音，咱爱安静伫上帝面头前等候。只有伫祈祷的时阵，只有伫等候的时阵，才是真正信心的操练。等候是咱完全降服伫上帝面头前的象征。真正等候的时阵，咱才知影上帝掌权。只有等候的时阵，咱才知影家己是软弱无力的。咱需要逐工拢伫上帝面头前，支取为伊来的力量甲稳定。同时，咱嘛爱求主怜悯我们，保守咱的心，互咱逐工会当倚靠伊度过，倚靠伊服侍伊。祈祷毋是像咱一般的民间信仰共款，来甲上帝求你爱赐福我安怎我安怎我安怎。祈祷是来上帝面头前等候伊，听伊的声音。初代教会的时阵，保罗甲伊的团队伫世界各地周游的时候，分享福音以及报告教会的需要跟消息。在当时候，在初代教会的时候，信徒不但能够因为祷告蒙应允而感谢上帝，同时也能分担在世界各地他们所走过地方肢体的软弱跟重担。其实这个做法甲即马嘛是同款，全世界的基督徒拢会借着祷告分享家己的见证，分享家己即马的困境甲痛苦，就像当时候的初代教会同款，祈祷会当带来真实的力量跟行动。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内底，基督徒一定有一个习惯，我们会聚在一起祷告。不管是小组，不管是团契，或是祷告会。这一当因为疫情的关系，全世界开始用网络视讯的方式祈祷。我一礼拜上工课的时阵，我来一礼拜内底有3天的早上，我必须透过视讯跟全世界不同国家的人一起晨祷。在台湾可能是早上，可能对欧美地区来讲是他的晚上。因为科技的关系，我们可以透过视讯，反而没有了时间、地理、空间上的限制，我们可以一起同心祷告。祈祷、祷告能够把我们基督肢体连结在一起。从历史来看，当这祈祷可以消除宗派之间的分歧，同心祷告可以修复彼此之间的关系。伫宣教的工场内底，足侪宣教士为无同款的国家、无同款的文化来到这个所在。不过，因嘛是有法度，因为因要奉侍的人，同齐聚在一起祈祷，因为因知影，因的语言、宗派、文化虽然无同，不过因熟悉的是同一个上帝，因奉侍的是同一个上帝。咱千万唔当来轻看祷告带来的改变。200多年之前，1806年，就是这图片这个时阵，有5个伫美国读册的少年人，因拄到一场大雷雨，因就匿伫这个干草堆内底的祈祷。因咧祈祷啥？迄阵这5个少年人，因关心着亚洲200多年前亚洲的福音的传递、宣教的情形。因开始来祈祷，慢慢，这个祈祷会，变做一个干草堆
宣教运动。在1806年，在1808年2年之后，就成立了一个海外宣教美国差会，开始了美国的宣教运动。全世界有足侪人、足侪运动，因为这个祷告会，5个人咧密互，为着宣告，为着上帝福音，开始祈祷，影响着即马。甚至是这上有名的戴德生剑桥7节，因为嘛是为1806年开始，是这个祷告干草堆祷告运动，开始成立了英国跟美国的差会，开始了宣教工作，而后续影响了这些宣教士。而1888年，也因为这些宣教士开始了成立一个全世界仍然存在、影响着全世界的学生志愿宣教运动。你讲学生宣教志愿运动是啥？到今嘛，全世界上大，每2年在美国举办一次的尔班纳宣教大会，在亚洲上大，大概拢超过2000人甲4000人的聚会宣教韩国。也是这个即马台湾上有名，3年举办一届的青年宣教大会，大概拢超过1500个少年人一起聚会。甚至这5年发展出来的2003年宣教中国，大家一定往往没有想到，它是从1806年的5个年轻人开始祷告，然后上帝工作到现在。甚至是我们教会今嘛礼拜2晚上开的宣教新视野课程，也是因为这开始的。这是人的工作吗？我相信不是。这是上帝的工课，不过是这5个少年人同时委身在上帝面头前。回到200多年前，1806年，我相信这5个年轻人绝对不会想到这个世界会长成现在这个样子。在1806年，我相信这5个年轻人一定不会知道，原来上帝的福音已经传到这么多地方。我认为在圣诞节后礼拜，咱就大家开始过圣诞节，进前来甲大家分享宣告、分享祈祷，是一个足有意义的代志。不过我嘛希望，甲所有的兄弟姊妹提醒一件代志：咱所做的一切，咱欢度圣诞节，咱祈祷。不是为着教会，是为着耶稣的名，在万民当中得到敬拜。咱所做的一切，爱互世界人会知影一件代志：耶稣基督的降生是为着恁的。约翰斯托德在宣教历史内底最有名的一个学者，伊讲过一段话，伊讲。宣教的最高动机，不是要顺服大使命，也不是要怜悯失丧的灵魂，更不是因为福音而感觉到兴奋，而是为了荣耀基督的名而开始的热情。最强烈的动机，是因为渴望基督应该得到他的名配得的荣耀。这一段话一定会影响我们现在每一个人的观念。我们会以为宣教是要顺服大使命，我们会以为宣教传福音是怜悯那一些失丧的灵魂。我们甚至因为认为传福音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最大的热情。但是约翰斯托德 John Stott 他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不是为着我们认为怎么样，而是因为我们渴望基督的名在全地配得荣耀。兄弟姊妹，咱会发现一件代志，其实咱的怜悯、咱的热情、我们的爱，
都非常的有限，也非常的自私。只有因着基督而开始的，我们才有办法有持续的动力，不管是服侍，不管是祷告，都是如此。咱看咱今日读的这段经文，愿神怜悯我们，赐福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神，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义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称赞你。地已经出了土产，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于我们，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诗篇67篇是诗人求神赐福以色列，甚至是赐福全世界的一首诗。而这里面最大的祝福，不是土产的丰富，也不是使人得到丰盛，真正的福气是神的同在，神的临在。在今天的经文，咱会看到万国万民，咱看到这些诗人的祈祷，不是单单的赐福以色列，而是求主赐福这个世界。耶和华是万国的神，他是天上的君王，世界的历史都是按着他的大能大义在运行。我们的上帝统管一切。诗人祈求不同国家的民众有一天也能赞美耶和华。弟兄姐妹，这件事情，耶稣基督在钉上十字架复活之后，就已经拆毁了我们跟这外邦之中的那一段隔断的墙。在以弗所书里面说得非常的清楚，耶稣自己已经拆毁了人与他之间那个隔断的墙，他是万民的主，万国都要敬拜他。兄弟姊妹，上帝为创世纪开始就有一个计划，甲规本的圣经内底的发展，你会看到一个事实：上帝的名一直在外邦人当中得到荣耀跟赞美。如果你熟悉旧约圣经，你会发现，往往在旧约圣经当中悖逆耶和华的是谁？以色列人。但是在旧约圣经当中，你却也能够看到许多称他是神、他是主的人是谁？外邦人。上帝的名从头到尾都是要使他自己的名在全地得到荣耀而存在。有的时阵是复兴，有的时阵是咱受逼迫。而最后那一天，我们要看到一个画面，就像启示录第7章所说的：所有的人算嘛算不了，要为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到上帝的宝座面前敬拜他。这是上帝写在圣经当中的话，也是一定会发生的事。如果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事，那为什么我们不参与？我们的焦点需要改变。一个基督信仰新的生命开始，咱看的袂当阁是咱家己的需要，因为咱已经有上大的恩典，就是耶稣基督。有时阵咱会讲，上帝你赐福予咱，予我，上帝已经甲上大的福予咱啊，毋是吗？就是耶稣伊家己。
伫咱当中，毋是所有的人拢会当出去做宣教师。看即马疫情的关系，足侪人咧问我讲，陈燕，即马跨文化宣教要安怎？我下晡时啊，伫今仔的祷告会，我会甲大家分享，面对即马全世界的问题，咱到底要安怎宣教？要出去做跨文化的宣教，毋是遮简单的代志，而且越来越难。毋过咱会当祈祷，祈祷是所有的基督徒拢会当做的代志。你会当讲出来，你会当藏在心内，你嘛会当写出来，你嘛会当唱出来。就像拄则咱诗班唱的，看起来是咱献诗予咱的上帝，其实迄嘛是咱对上帝的祈祷。顶个月我所服侍的即个团体，甲校园团契，甲足侪彩会，同齐来伫一个卫理福音园举办了第3届的跨文化宣教营，当中有来自全台湾50几个少年的兄弟姊妹来参加。迄天晚上崇拜的讲员是戴季忠牧师，现任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他分享着一个消息，普世宣教的现况。所有的人拢就是戴院长要分享即马全世界发生啥物代志。毋过伊讲，伊其实要分享的，提醒所有要开始宣教的一个少年人一件足重要的观念，就是咱爱用跪的跪着进去宣教工厂。跪下，在上帝的面前祷告。跪下，在上帝的面前祷告，是我们宣教的第一步。我今天引用戴院长所说的话：跪下，在上帝面前祷告，是我们服侍上帝的第一步。1807年，马吕逊来华宣教；1865年，马雅各来台；1872年，马偕来台。华人教会建立到现在已经超过200年，福音传到台湾也超过150年。但是台湾在回应上帝在全世界的心意，却慢了一步。我不是凊彩讲的，这是有数据调查的。兄弟姊妹，咱爱伫上帝面头前恳求，全台湾的教会爱同心合一，为着传福音，为着宣教，彼此合作，不是为着教会，不是为着咱。咱所做的一切，应该是单单为着耶稣基督。有一个宣教的前辈曾经说过这一句话：他说，祷告是宣教的根，宣教是祷告的果。我们不要忘记了，圣经上以赛亚这么说：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弟兄姐妹，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祷告是需要刻意操练的。我们可以怎么做？如果你愿意，我鼓励大家现在开始。你每天咧读圣经的时阵，你会当为着一个宣教士来祈祷。你会当看新闻的时阵，为国内佮国外的新闻来祈祷。你会当为着即马台湾宣教的状况来祈祷。你会当为台湾内底未听到福音的人来祈祷。咱会当伫团契、伫小组内底为着宣教的代志来祈祷。咱会当参加或者是成立宣教祷告会。上尾，咱爱为咱家己的心来祈祷，求主怜悯。咱袂当袂记你圣经内底的教导是什么？提摩太前书2章1节说：“我劝你们第一样为万人
恳求、祷告、代求、祝谢。我们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一个祭司他应该拥有的责任是什么，就是到圣殿、到主的面前为万国代求。我相信今天的信息对所有人来讲非常的熟悉，应该也是老调常谈。但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为什么没有做到？我们愿不愿意再一次回到上帝的面前，降服于他，说：“主，我在这，从现在开始。”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孩子在这里恳求，愿主你祝福中山长老教会，祝福这个教会，使这个教会成为这地的祝福。唯有我们在你面前不再看自己的需要，唯有我们在你面前不纪念自己的软弱，而是说：“主啊，求你赐福于我们，使我们成为你在地上的见证，使你的名在全地得到当得的荣耀。”求你垂听，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的名。请掀开手报来读今仔日的金句，请咱做伙来读两遍。通互世界知你的道路，万国中知你的救恩。诗篇64篇第2节。通互世界知你的道路，万国中知你的救恩。诗篇64篇第2节。奉献，请三角来吟诗回应上帝话，献诗537首，537首。
谢济。王献请王中会长老、杨义祥长老、高祖明长老、陈秀娥执事、陈明奇执事、庄博雅执事、徐伟勋执事来负责奉献。起立。请坐。请看周报402页消息报告。今仔日邀请彩传协会杨承彦秘书长伫礼拜中讲道，感谢杨秘书长。今仔日下晡12点半要召开中执会，会中邀请杨承彦秘书长分享，请中执参加。会后要召开小会，请小会员参加。无区消息，少年团体定伫12月16号拜三下早10点要举行团契聚会，主题是电影欣赏，请客友参加，有传中昼顿。中昼了后有左右的活动。遗体关怀，赵秀霞姐12月7号礼拜一王子温调。定伫12月14号礼拜一下晡1点半，要伫第2殡仪馆真爱历仪式举行告别火化礼拜，了后要前往安葬，请为着遗族来祈祷。奉献的部分有错误，请往中籍定籍。时间聚会甲后礼拜施工事项的，请家己看。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人客。好，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迄个
秀下节伊有特别交代讲，伊就是真简单的个别礼拜就好，吼，所以咱嘛替伊的家族关心，因为伊的迄个厅真细，所以咱兄弟为因祈祷就好。第二，咱也有订圣诞歌的，咱等者伫1楼会当来领取来缴钱。第二就是咱有即个绘本，吼，就是咱每一年咱的总会的册房拢有出安尼绘本，吼，拢有真侪宣教书的故事，有中文有英文，安尼一套200箍，咱会当倒去买，吼，会当买互送咱的孙仔、囡仔，吼，诚做是圣诞礼物，咱会当伫1楼伫遐买。搁来，咱即时咱请张志发长老吼来甲咱报告讲，后礼拜咱圣诞联合礼拜了后，吼，咱有一个建造的活动，真轻松吼，所以咱请志发长老来甲咱报告。各位兄弟平安吼！咧遮下各位邀请吼，就是讲咱咧后礼拜，咱12月20日，咱迄个联合礼拜了。吼，咱邀请咱所有诶迄个兄弟姊妹斗阵来真轻松诶一个河岸之旅吼。咱就咧联合礼拜了，咱诶主题吼，把爱找回来。像今仔日咱诶迄个杨秘书长甲咱讲诶，其实咱诚做基督徒，咱会使做诶是真多。只是有当时咱咧每一项事工内底，咱是毋是有迄个对家己诶激励，咱会使继续逐工来做。下一章，咱诶一个迄个行程吼是真轻松，咱是河滨诶健走吼。咱诶内容就是讲大手牵小手，大家一起走吼。咱诶路线是为教会出发，咱行老河街，然后经过海丰桥，到对岸去吼。咱诶迄个终点是咧麦帅2桥诶桥下。当然恁会问讲，为啥咱要爱行过迄个彩虹桥吼？因为迄天吼真特别，因为咱台北市办一个台北马拉松吼，有一个路线就是经过咱即边的河岸，为迄个东湖迄边一直到迄个民生社区迄边的迄个河岸吼，拢是有关系。所以讲，咱嘛是甲因共款，咧迄天有做即个建造的一个活动。所以讲，咱的路线爱调整一下，就是下一章吼，咱的路线就是为咱迄个教会出发，行到彩虹桥。过去对岸，才行到迄个麦帅2桥，真轻松的一个路线。下一张。咱联合礼拜线的时阵，咱咧1楼可能就爱请各位迄个兄弟姊妹吼，爱传瓶装水，也是家己有自备迄个水壶吼。咱会为教会来出发。咱行到老河街，要越过迄个彩虹桥的时阵吼。咱咧彩虹桥的迄个桥骹，咱有安排2个工作人员，伊会发咱的一个小小的侍奉卡。这嘛是要互咱有即个准备，就是讲，咱咧2021年的时阵，咱兄弟姊妹敢有迄个想法来参加逐项的一个事奉吼。咱有分2个色水吼，咱长青组的是绿色。一般做的是黄色哦，因为咱嘛希望看到讲，咱同尾看到迄个色水，啥物是同做的吼。下一张，过来就是彩虹桥的一个迄个位置，我想讲，咱各位兄弟应该拢会熟悉吼。下一张，咱客气的一个所在，上一张，咱客气的所在，咱爱为外口即个河岸头前即个楼梯客气吼，因为河岸内底有关系，所以讲咱爱为即个楼梯客气。下一张，咱客气了后，咱就行彩虹桥到对岸河滨吼，遐咱嘛拢有工作人员，咱会穿咱教会背心吼，下咱兄弟姊妹知影讲咱路线的一个情形。到对岸的河滨桥骹了后，共款咱有安排工作人员吼，甲一直行迄个麦帅桥，麦帅桥了下一张，这就是迄个彩虹桥
上面的一个概况吼。下一张，这是迄个行迄个河岸落去吼，因为咱是真轻松吼，咱无要拼迄个第一名、第二名吼，所以讲咱咧行楼梯的时阵，可能爱麻烦各位兄弟吼，可能爱注意。下一张，咱到麦帅二桥的时阵哦，咱桥下遐是一个折返点，咱折返的时阵，咱的工作人员，咱的兄弟一个扭蛋壳，这个壳吼，就是讲咱头拄有摕到一张迄个侍奉卡片，咱转来教会的时阵，咱就将咱家己想讲咱明年度咱的侍奉的项目，咱会使写咧迄个侍奉卡面顶，放咧迄个扭蛋壳，咱会请礼拜组收咧1楼收咱的迄个完成的迄个扭蛋吼，咱期待新的一年吼，会使鼓励家己来完成遮个事工，爱会记的吼。面顶爱写家己的姓名，因为咱会踮咧明年圣诞节迄个时阵，咱和咱迄个所有兄弟家己写的即个圣诞的侍奉卡，咱会下下各位吼，咱会使看咱是毋是完成咱的计划。下一张，这是迄个甲对岸的迄个麦帅桥的一个情形吼。下一张。咱的迄个折返点就是咧麦帅二桥即个桥下吼。再来，这就是咱转来教会，咱总务组会准备一个简单的诗文吼，咱的会友来做中昼顿，咱完成扭蛋就是图示面顶的吼，咱的一个服饰计划表。这就是希望讲咧即个活动内底，嘛会使激励咱各位兄弟。是毋是来参与教会，也是参与家己咧明年度咱的迄个圣经的迄个抄写啦，是读圣经，也是做一寡咱服侍的一个工课。希望各位兄弟咧即个真轻松的一个旅程内底，会使去家己做遮的一个迄个准备。嘛希望邀请各位兄弟来参加。以上报告。好，多谢。好，咱后礼拜是圣诞联合礼拜，咱下礼拜中间咱嘛有迄个圣餐洗礼，吼，所以请咱兄弟准备心，咱会后咱嘛当做伙来参加呢建造。但是嘛提醒咱开车也是坐遮公车兄弟姊妹，吼，因为后礼拜有迄个马拉松，台北的马拉松吼，所以请咱可能要提早一寡来出门。好，这是咱来为着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咱为着带院的王正雄兄吼，这是咱有一个姊妹，伊伫丹麦，但是伊的爸爸吼最近就是癌症吼，所以咱就为着伊祈祷，嘛为着敬丰兄祈祷，嘛为着身躯欠满伫厝里疗养的兄弟，区玉姐、蔡珠姐、明珠姐、水明兄、邓妈妈、公义姐、陈其雄长老、庆和兄、春文兄、素梅姐、怡礼。慧玲姐、方梅姐、志金姐、明理姐、阿淑姐、谢丁兄、富比姐、阿菊姐、阿秀姐、郭元兄、东龙兄、李雀老师、嘉豪姐，咱嘛为着欢迎的姊妹嘉怡，吼，咱嘛有听到今仔日杨秘书长甲咱讲着，吼，咱嘛为着因的协会来祈祷。咱知影都讲伫即时吼经济真无好，遮协会拢是靠大家奉献在吼过因的生活吼，所以咱嘛为着因的需要来祈祷。互咱做伙开喙，为着教会，为着遮机构，为着咱的集体来祈祷。主安感谢你，互阮今仔日会当组织伫遮来做礼拜，来敬拜你。主安相信这是极大有福气的代志，因为阮已经早其他的人大声来认捌你，所以阮伫遮享受对你来的福气甲恩典。主恳求你帮咱，互阮勇敢徛出去，会当阮四周围人，也未听见耶稣基督福音的人，会当勇敢来做见证。帮助阮，虽然阮的口才毋是真好，总是阮相信，当信心甲阮伫地的时，阮所讲的
毋是上重要，因为信心要亲自伫遐来做工。主恳求主就使用阮，帮助阮，互阮会当成做四周围的人的祝福。阮也为着阮身躯欠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恳求你帮助因，互因会当得到主你的医治。主也恳求你祝福遮厝内的人，伫照顾病人的时需要真侪的精神甲体力，恳求主就甲因同在。阮也为着怀孕的姊妹嘉怡来祈祷，恳求你保守，也帮助伊，互伊有气力，也帮助遮的真侪青年伫养育因的细汉囡仔。主也恳求你赏赐互因智慧、健康的身躯。阮也要为着联合财传协会来祈祷，主恳求主你帮助。互兄弟姊妹的关心，诚侪因的及时雨，互因的需要会当来补足。主恳求你来照顾因的同工。阮也为着阮兄弟姊妹新的一个礼拜来祈祷，伫未来天气哪来哪寒冷，总是恳求主照顾阮，帮助阮，互阮对你的心会当保持热情，帮助阮会当无退后，互阮热情继续伫上帝主你的工。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是来用圣诗398首，圣诗398首。吟诗了，请弹幕师接导。开起哩。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听者。